华咧 KO 呢，真侪坡道园啊，这个坡道啊，这个农民拢是笑命命。不过其中一位啊，竟然有迄鸟啊食了坡道，损失700万块，所以这农民啊非常的无满意啊，规气啊提水枪对这个鸟啊一直喷，不但用水来喷鸟啊，佮把这过程翕起来上网。 想袂到，伊这一上网，煞总颠倒去用批评，你这是虐待动物啊！讲以后无爱买恁兜的葡萄啊！所以记者等去葡萄园找到这个农民嘛，向大家回息咧啊，讲伊以后袂安尼对待这鸟啊。家庭吊伫网仔顶晾袂开，果农举水枪伫甲拍，伊会遮生气，是因为葡萄互几百只家庭毒害了，才会失去理智。毋过伊将影片抛上网络了后，网友批评讲伊是苦毒动物。 讲这根本就是坏报道。伊嘛真故意人，应该是做的嘿啊。村民讲，这个果农其实真故意，可能是真正互家人气到，才有这款的行为。这是中华 KO 一个葡萄园，因为昨有几百只家庭入去葡萄园，一日捅乌白毒，一罐一罐葡萄拢受伤，互果农损失惨重。 一下子损失了7、8万以上，我没想那么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手上刚好有水枪，就把它射2下，不是刻意要虐待它，也没有杀死它，已经拆下鸟网，已经放生了。回到现场，农友要你顺势针对影片这款行为，伊嘛诚心的悔失的。我的疏失没错了，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抱歉，我不是说刻意要虐待它。伊讲3月是葡萄的采收期，互家人费掉心血，才会失去理智，后改袂过安尼啊。 很容易群聚觅食的一种鸟，以农作物来做考量的话，它对农作物是一种害鸟。家庭入去葡萄园食农作物，互农民困扰，是讲防治鸟害方式引起动保的争议。县政府的农业处我嘛要去了解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